大家好，歡迎收睇靈解說，我係你哋嘅通靈佬。今日要同大家講嘅係香港都市傳說與靈異奇案中最令人心寒嘅屯門色魔案。屯門色魔案係香港90年代最轟動嘅連環性犯罪案件之一。案發喺1992年至1993年間，主犯林國偉年僅21歲，家住屯門大興村。犯案初期，林國偉因揸車嘅時候見到一名夜歸少女同佢嘅前女友容貌相似，便尾隨的士，最終喺屯門友愛村愛明樓後樓梯強姦並搶劫呢位19歲少女，自此展開咗佢嘅連環犯罪。林國偉犯案手法殘忍，多數喺深夜或者係清晨時分揸車跟蹤夜歸女性，趁佢哋進入大廈或者等候電梯嘅時候，從後勒頸拖至後樓梯施暴，有時更加會搶走受害人嘅財物，甚至將部分嘅受害人就殺害。隨住案件頻發，屯門區內嘅女性人心惶惶，居民自發組成自衛巡更隊，護送女士返屋企。警方調查發現，林國偉犯案之後會迅速揸車逃離現場，並用受害人嘅提款卡喺區內多個銀行提款機提款，顯示佢熟悉屯門環境且有車代步。警方曾邀請催眠師協助的士司機回憶案發細節，最終鎖定林國偉，並於1993年8月6號喺林國偉約見一名受害人前往戲院時，將其當場拘捕。林國偉最終被判終身監禁，證實佢強姦同姦劫至少9名女子，殺害其中3個人，亦有資料指受害者多達13人，殺害3個人。案件審訊期間，最引人注目嘅靈異傳聞係林國偉被捕之後一度拒不認罪，警方多方審訊無果。據當時負責警官羅家強透露，有一次中午12點呢，林國偉突然神色異常，疑似被鬼上身，主動透露案情並認罪，成為坊間流傳嘅奇談。案發後，屯門區內案發現場同埋部分屋邨多次傳出詭異聲響、女性喊聲，甚至有居民目擊白影飄過，令呢啲地方成為靈異熱點，至今仍然為人津津樂道。時至今日，屯門色魔案仍然被視為香港奇案之一。林國偉現仍然喺獄中服刑。每當屯門區發生類似案件，居民都會諗起呢宗令人心寒嘅往事，提醒夜歸女性提高警覺。咁案件呢，亦都被多次改編成電影啊、電視劇啦，同埋紀錄片，成為香港都市傳說與靈異文化嘅